我本来要给你们提示，但我不给啊，我就不给。那个谁在给我？你摄影机都那就是任性，那就是任对啊，我性。不给哦，我不给啊，我不给哦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课语半生熟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教的课文字，里面所有的字面呢都会有身体器官，所以请你们拿着手上的身体器官道具来做自我介绍。开嘎后爱黑诱人，有那感觉吗？其实你不需要这个东西，本身就蛮可怕的。你本身就很恐怖，对。好啦，我本身是希望可以找到另一半可以跟我十指紧扣的那是我单身中。大家好，我是摇滚乐手，今天这个裤头就是我的项链。That's right。他们说我是摇滚乐手，快给我去刷电吉他了你。上。以比赛，答题节目组為本下可以同下格斯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用法同意思，現在提出第一款，上來問你係基本啲嘅，客人係輕鬆咯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来学跟身体部位相关的课文字。第一题，而且搭是什么啊？我算了，我就用直觉。我写不上不下，我会想到不上不下，是因为膝盖在下面嘛？可能人家肩膀还是什么？搞不好是睫毛头。对啊，就有一点不上不下的感觉。我们先上道具，好，这里也有提示了。看看它。哦，重点在这你的里。长辈说他已经请下面破口，你的破的也太破了吧？你不搭不起。嗯，好，对，我不要出，不好了好了，这个我搭不起啦。好啦，答案就是不三不四。好啦，就是不伦不类不三不四没规矩，不但不气。不打不气。好，那我们第二题哦，菇芒头，有一个头字，我觉得很像虾芒。哎，我写白木，类似。哎，真的耶，我写墙头找到墙写错了，菇芒就一边，他就找一边去站这样。好，那我要给提示哦。好，拜托，求你，我不要，好，拜托啦，你公布答案啊。不要，我不想给啊，我真的不想给啊。那我们现在直接公布。哦，好，就是白木，这是白木，就是白木，就是白木啊。就是我本来要给你们提示，但我不给啊，我就不给。那个谁在给我？你摄影机都那就是任性，那就是任对啊，我性。不给哦，我不给啊，我不给哦。答案是第一个，你妈人很坏，哎，你很坏哎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哎，你不错哦，你有2把刷子哦，这种感觉。这两个意思也差太远了吧？狗 motel。狗motel。好，那我们进入到第3题。歪嘴吹喇叭，这好色情啊！这不是我昨晚才做的事吗？我真的是瞎写的啦。不正经啊？为什么？就乱做一些这样子这种事情啊，感觉很不正经啊。一些什么我写嫌弃，就你知道。好，上提示。好可怕哦！我现在头很痛，有正常。啊，真的很恐怖哎。邪门哦，这个节目现在。对啊，阴险，就吹牛啊，弄人啦。吹牛，吹牛啊。弄人，白话弄人。好，太难了，我要公布答案了。就是你那样吹喇叭，一定都是走音走调的，所以它其实是一句歇后语。歪嘴吹喇叭，下一段是一团邪气的意思。对，所以就是你音也不准，气也吹不出来，所以就是可以形容歪斜的斜，那也可以引申为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正经。很难。发明这个词人想很多哎。歪嘴吹喇叭。歪嘴吹喇叭，哎，喇叭它就是台语，很像对，就是台语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题。心肝活活开，很乐观。感觉很开心哎。就是心会亏啊，对，心花朵朵开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先上道具。很多钱，这是一个喷钱的。喷钱，就是拿到很多钱，然后心肝活活。我被抓，有哎，真的就心肝活活开。好，恭喜大家都答对了。耶！心肝爸爸開。心肝爸爸开。好，今天的第1名，表姐。
你。对啊，客家人朋友们加我的 IG 粉丝团 YT 好不好？天气这么冷，但我穿这个破裤，我觉得我自己真是不胆不知。干嘛跑自己？对啊，干嘛骂自己啊？这礼拜就是玄彬约我吃饭，我性感爸爸凯。我现在为什么要说谎啊？对啊，玄彬跟摇滚乐手搭吗？很搭，就是很搭，很